其实是非常的，就是无奈啊，因为自己知道说自己的产品很好，但是又卖不出去，然后你又要支付员工的薪水，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慌张的，因为根本没收入的情况下，也可以预测到什么时候可能会结束经营这样子。我真的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接触到就是台南市政府的这个计划。这个过程中，它包含你需要的东西，你都可以跟他们专员说，他会派人来辅导你，包含了技术面、行销面。如果你缺乏资金，他也可以找一些创投或者是一些募资管道给你，提供你在创业上所需要的需求。我还记得当时的经发局科长，他们跟我们所有团队讲了一句话说，不管你们创业多久，我们经发局一定都陪着你们，不管你们多久才起来，我们就一定都在你身边。那我们的公司现在也是忙到说，我们内部的员工其实每个都已经不像以前可以坐在那边再去好好的研究一些东西，而是每个都为了专案啊，或是在接一些客服电话啊，非常的忙碌这样。说真的，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忙的话，我目前可能还没有办法像现在成长这么迅速，可能还在摸索如何去贩售我的商品的阶段。关田国中的校长，那陈校长他就说，那不然我们就是来建一个草莓园的温室。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易的，可以侦测土壤的湿度，还有一些阳光的照度这样。如果当土壤的湿度比较低了，它就会启动它的马达，让浇水系统开始向草莓浇水。那我们也慢慢的辅导协正的产品应用在这种草莓园上，想不到额外的还真的把草莓种出来。